換做黑騎士對戰佢。OK，哦，厲害！佢係跌坑先爆嘅，所以咧，如果我如無意外咧，應該係計出界嘅，所以就係1-0。OK， 即係今次就直接爆，所以係3-0，差1分就贏咗啦。OK， 喂，玩嘢，再嚟。快到睇唔到 ，OK， 呢個我整爆 ，OK， 所以係3-1，黑騎追緊，呢個追街啊，好爆啊 ，OK， 哇，我哋佢贏咗，總之唔好記得啦，總之贏咗。